Hello 大家好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近日大家都應該知道，馬斯克同阿侵侵早前鬧到火紅火綠，點知咻一聲又話 say sorry 嘅喎。究竟呢一場係咪精心策劃而做出嚟俾人睇嘅大龍鳳呢？背後嘅原因又係啲咩？仲使講梗係為咗錢啊！但係做呢一場戲收嘅片酬又係幾多呢？而侵侵做埋呢一屆就冇得再做咯噃，仲唔好好把握今次嘅機會？唔通要等來世咩？梗係要出盡奇招啦！馬斯克啦同阿侵啦，應該好夾先係嘅，諗嘢思維方式都非一般人。咁其實佢內裏搞緊啲咩呢？咁就要講翻起阿侵侵啦，當其時普選嘅時候，點解突然之間呢？馬斯克竟然會大力支持？關唔關佢選舉嘅時候講嗰番說話呢？就係會將美國成為加密貨幣之都呢一番言論呢？即係又想做一哥啦，咁啱嘴型，馬斯克梗係撐啦。咁究竟因乜解救6月3號嘅時候，馬斯克突然間就鬧啊特朗普嘈起上嚟呢？首先馬斯克就喺佢自己嘅 X 嗰度出咗一個貼文，就炮轟特朗普對佢嘅不滿，而侵侵當然梗係還佢拖啦，仲講一句如果要幫美國慳錢嘅話呢，就提出咗個建議，就係咪應該政府同馬斯克嘅合約終止咗佢呢？咁樣咪可以為美國慳返唔少錢咯，而且對馬斯克嘅商業帝國嚟一個重創或者係重擊咁話。講完當日Tesla 嘅股價即刻跌咗14% 多少少。計返個日子，馬斯克發咗第一炮開波先，然後5號 Tesla 個股價下跌跌到最低嘅時候呢，仲好似試過273蚊添，即係相對等於18%，約莫蒸發咗1500億左右啦。馬斯克見到咁，梗係又還擊啦。如果係咁，佢唔再玩龍飛船㗎喇噃。咁睇下你美國太空總署邊個撐啦？你知啦，咁樣口水戰、猜波法，打嚟打去，震到個市呢，好多人都要受罪㗎嘛。轉頭又傳出馬斯克長期服用違禁藥物，轉頭佢又回敬阿侵侵有份參與愛潑斯坦嗰個蘿莉島喎。而最新嘅消息呢，就係馬斯克向阿侵侵 say sorry， 表面上侵侵贏咗一仗，好似真係威脅到馬斯克咁，搞到馬斯克隻股票下跌，跟手又話要慳錢解除政府嗰份合約。馬斯克係咪因為真係驚影響佢嘅事業王國而今次真係跪低呢？嗰個數字加起嚟係咪真係威脅到佢？但係馬斯克喺2024 7月開始就大力一共花費咗2億8800萬美金落阿侵侵呢次參選，唔通咁快玩完，轉頭人哋坐穩咗，仲要威脅返佢添？咁當初以為拱咗佢上去坐最有權力嘅人唔多唔少，都應該俾下面啊！而喺生活當中佢哋兩個住又住得近，又鍾意玩嗰啲虛擬貨幣，仲特登搞咗個部門俾阿馬斯克添。馬斯克有咗呢個部門之後，就好似成匹野馬咁橫衝直撞，得罪咗好多人。搞到3月7號阿侵侵仲話要削減佢嘅權力。嗰排 Tesla 嘅銷售量仲係咁下跌添。咁馬斯克經過2006至2008年爭啲搞到破產嘅經驗而正係關於 SpaceX 政府呢份合約挽回咗佢生意上唔少嘅生機。但係以馬斯克做生意一貫嘅作風佢每次做到成功之後就買盤，但係佢啲生意越做越大。以前就好似玩 Lego 咁，
7月買俾人啫。咁而家個市值咁貴，揾邊個買呢？要揾到呢一個買家咁有錢而俾到嗰個價，佢又有得賺而且滿意嘅，咁除非係識印銀紙嘅啫。咁所以馬斯克點解會貿然走去開火，去得罪政府而家嘅話事人？ No way！ 而且你唔好唔記得特朗普係曾經有過6次公司破產嘅經驗，而自己又成功甩身嘅人。雖然好多官司纏身，但係都冇受影響，都能夠成功坐上去呢個位，就知道人哋玩財技同埋金蟬脫殼係有幾咁犀利啦。而佢坐上去都明知美國嘅國債有36萬億咁多，無論佢搞唔搞得掂，都係做4年就走噶啦。而呢兩個做開生意嘅人一拍即合，而佢哋兩個選擇嘅路都非一般人會選擇嘅道路嚟嘅。兩個咁難捉摸，亦都好難估到佢哋諗啲乜嘅人拍埋一齊，會有啲咩火花呢？要點樣做先可以邊邊雙贏呢？佢哋又點能夠靠住呢一出嗌交戲就能夠達到 win-win 雙贏呢一個結果呢？首先我哋要計下佢呢一場大龍鳳影響咗啲乜？除咗 Tesla 個股價下跌咗14% 有多之外，喺呢個時候梗係可以趁低吸納啦。淨係呢場交影響嘅反彈都已經計落係等於 Tesla 1年嘅順利。咁你話呢場戲要佢幫手做，又何樂而不為呢？另外早前搞緊嗰個穩定幣法又叫做 Genius Act， 仲要喺今年5月嘅時候已經啟動投票，但係頭2次都未能成功。雖然第2次有66票係贊成但係都有32票反對，而反對嘅理由當然係有關於洗黑錢而另外都仲有人抱住呢個懷疑，因為馬斯克同特朗普係咁熟嘅話，咁佢咪着數晒？明知馬斯克不嬲都中意加密貨幣嘅，到第3次有關於呢一個法案本身係原定咗5月26號嘅，但係後來褪咗去6月11號喎。喺呢段時間正當大家懷疑會唔會馬斯克同特朗普咁 friend 嘅關係攞晒啲着數，而呢一個法案確實對好多人嚟講，或者好多大公司嚟講係有着數嘅喎。如果唔係當初 Facebook 都唔會嘗試搞一隻幣，最後美國政府反對，所以先窩火啦。而事實上搞呢個法案個個都知道有利多於弊，正當都覺得15、16嘅時候，又驚你哋兩個太 friend，俾晒啲着數佢喎，咁樣你叫人哋點樣投票繼續支持？咁所以突然間有呢一個決裂同埋做呢一出大龍鳳嘅理由就相當之充足啦。而點解呢條法案係咁重要呢？其實穩定幣係需要用現金嘅美金或者美國嘅國債去掛鈎咁呢兩者之間咁其實喺呢兩者之間大部分人都會揀美國嘅國債。點解呢？如果好似馬斯克搞咗個99幣，特朗普亦都搞咗一隻特朗普幣。如果每一個都想搞一隻穩定幣嘅話，咁係咪一定要去買美國嘅國債，或者一定要用美元嘅現金買？聽落又好似冇咩問題，但係實際又要講返之前嘅新聞先。喺5月嘅時候沙特其實俾一筆錢特朗普就係俾佢愛嚟做咩？就搞一隻幣，仲要搞一隻穩定幣咁沙特就俾咗20億美元特朗普呢間公司去搞呢一隻穩定幣。之後特朗普就用咗呢一筆錢去買美國嘅國債。
你要知道美國嘅國債咧係有利息收啊。咁之後咧，特朗普咧就將佢特朗普嘅幣咧就賣俾阿沙特喎。你計下條數，係咪有數先？點着數法咧？因為呢個特朗普幣咧就係特朗普自製出嚟噶嘛。咁收咗呢20億美金嘅話咧，佢又擺翻去美國嘅債券，而且咧係有利息收喎。無論呢一隻幣得唔得都好，佢起碼有利息收。如果咁講法，係咪即係沙特係傻嘅咧？咁當然唔係啦，因為銀行體制嘅問題啊。如果呢一筆錢假使係黑錢嘅話，由於咁樣買法咧係無需記名嘅，咁即係等於啲咩？唔記名嘅流水賬咯。而呢一筆錢啊，咁樣買法咧就唔需要受到銀行嘅體制，咁咪簡單得多，唔使咁煩咯。而侵又相對可以賺咗個利息喎。如果咁樣計法，假設咧個利息有5% 嘅話，20億美元啦，計出嚟嘅數就係每年1億美元嘅利息喎。就係咁樣左手交右手，每年就可以穩袋啦。仲唔好唔記得未計，如果嗰隻幣係向上漲上去嘅話呢？ Oh my god！ 咁如果真係可以落實行呢一套法案嘅話呢，變相全球要 join 一齊玩，都要買入呢個美國嘅國債或者現金嘅美金，咁相等於咩？全球嘅錢呢就會自動湧入，咁美國咪自己唔使再好似以前咁印銀紙咯。至於36萬億美元嘅國債一旦實施咗，咁啲錢就可以抵消嗰條債嘞噃。因為如果你要 join 呢個 game 去做一隻幣出嚟呢，咁係咪要俾錢美國嗰邊先，咁先有資格去玩啊嘛？咁而家開始明點解呢條法案咁重要啊？嗰個美國國債有人同佢埋單之餘，佢仲可以有穩定嘅利息收，係咪爽先？淨係去贏面啊！佢話搞掂美國嘅國債喎，幾威威啊！咁咪即係變相好似以前咁，美元同黃金掛鈎，然後又可以穩定其他國家嘅匯率喎。咁就再次形成一個新嘅國際體系，就變成咗穩定幣同美債，咪就好似以前美元同黃金掛鈎咁咯。咁美金咧，當初同黃金一掛就掛咗30年，之後就脫鈎啦。但係如果今次可行嘅話咧，30年後到時都冇人記得，原來美國嘅國債之前係負嘅喎，仲要負成個數字係36萬億嘅美元。到時美元真係要同呢個國債脫鈎嘅話，咪由得佢爆煲咯。咁侵其實係咪真係有心救呢個美國啦？到時實行咗 work out 嘅就冇咗國債，哇！佢個名就響當當。再計之後可能佢已經魂歸天國啦。話知佢，而且喺佢仙遊之前，仲可以穩收利息，係咁賺上去。你話呢一粒石仔呢，一石係幾多料呢？計翻上年2024年全球嘅穩定量交易費知唔知或者係記唔記得幾多錢先？就係276000億。咁相對美國嘅國債都係36萬億啫，計翻條數即係相差10萬億。其實你調翻轉咁樣計，27同36相距唔係好遠嘅啫。咁樣個數字會唔會易明好多啊？如果實行到，係咪以貨幣都可以贏？咁就唔使真係打仗啦。咁到時個個都想整呢一隻幣嘅時候啦，有咩好處啊？梗係啦，方便好多啦，唔使體制咁樣括住啲條例，你只要係俾筆錢，
就可以出一隻幣啦喎。之後過咗一段時期，啲人仲會唔會同呢個美國國債蝕緊錢去掛鈎嚟講啊？我諗大家到時呢，回想起當年淨係掛住俾錢去出隻幣，之後隻幣會唔會升上去，同埋可以跳過晒嗰啲麻煩銀行嘅體系啊？咁今次呢一出大龍鳳做出嚟係幾咁有意義？係咪仲喺度諗緊 Tesla 股票跌落去再升返上嚟，又或者銷售量會唔會下跌，定係抑或嗰個政府合約嘅問題呢？呢度加加埋埋點夠呢條數30幾萬億，再俾返個1000零億美金，唔係講笑啊嘛？咁而家明白6月8號阿特朗普點解要對外宣布佢同阿馬斯克嘅關係決裂呢？況且佢話決裂啫，又冇講到以後都唔可能修補關係好返㗎。計下條數，如果真係好似上次掛鈎咁行到30年，276000億乘以30，呢度係幾多錢呢？而呢盤棋由上年捉到而家，捧完阿特朗普上呢個位之後呢，佢自己入埋去，搞到shut down晒其他部門，逼到班民主黨冇啖好食，唯一嘅出路呢，就係 join 埋一齊推行發出呢一個穩定幣嘅方案。如果冇問題通過，咪預你一份，一齊揾咯，有錢。如果唔係呢，馬斯克好似之前咁，突然間又橫衝直撞，掃晒你哋，又或者係截斷晒你哋民主黨揾錢嘅地方，咁樣嘅日子繼續過落去，真係唔知可以捱得幾耐啦。咁而家開始明白5月第一次投票同第二次投票，第二次投票啲人點解會轉態呢？而第三次加強嘅力度，特朗普同馬斯克關係要決裂俾人睇。到6月11號個法案通過咗啦，你咪睇下佢哋係咪真係決裂？你話一個癲嘅，一個喪嘅，點可以俾佢夾埋一齊？而家行出嚟仲唔係 Chili and Pepper？ 佢哋齊借呢一個美國國債做一個藉口，到時呢個國債唔知幾多年之後脫歐再爆煲，到時神仙都過咗海啦。咁亦都開始明白點解由上年年頭將 Bitcoin 嗰啲壓返落去，再嘣一聲飆上嚟，淨係俾你哋睇到呢一版個個都想吃呢一口飯。特朗普亦都唔需要好似以前咁下下出呢個口述，令到市場波動，啲錢就會自動湧入嚟，玩下手唔使年半，嗰條國債唔蝕，仲要反升添。好啦，今次解釋就解釋到呢度為止，希望大家明白滿意，收貨咯喎。Thank you for watching。入咗嚟嘅朋友記得鍾意嘅就 subscribe、like and share， 留建議性嘅 comment。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個唔同嘅嘢，又要夠鐘，拜拜。